爱情头路唔简单，韩国唔是讲系身心障碍朋友哦。26年前，刘亚婷系为身心障碍者探寻头路嘅志工，对伊人遇到嘅困难同艰辛有过慈眉感受，故所以家庭自家来开一间洗衣厂，请嘅如系身心障碍朋友，训练伊人技术，赚到嘅钱咪系回馈本所有员工，伊想去用亲设计嘅方式来推伊人探索。 没想到推能听开创人生新的方向。我想，你还记得要甩一下吗？记得，哎，对，哈，好，越来越棒了，真厉害。第43工廠目前嘅部門無限次差，劉一天特招數就係我哋困難也到員工做事嘅前提。好，這樣子吊起來的時候才不會。 有没有？才不会给人家感觉这个还没有燙过这样。好，刚才那一件，吃饭后再去拿来烫。東家動手術嘅都嘅運相子和運出線條，也有3萬多嘅做事嘅員工都係身心障礙嘅朋友。劉一天係43工廠嘅負責人，22年前製作過43年，現正愛困顧兩嘅4年內，故所同條路辭退。 有機會去做志工，幾乎只同身心障礙嘅朋友探尋條路，也當中亦唔順利。故所佢決心，我哋開一間43工廠，好提供天貼嘅工作機會，幫佢也到。26年前，也乜嘅勞動局乜嘅局，網友講，香港人也有乜嘅輔導員啦，乜嘅東西啦，按旁邊，所以講，嗰種人唔可以用。 強迫人1禮拜3月5月就多咗嚟請來，所以人都看到佢啊，就真件用會按用咯，吃到就做得用，按用會冇人用嘅得，所以我就想講，我哋成立安尼嘅工廠，專門請一種人，本家就做這樣。不過43工廠有各部門針對各種無強用嘅身心障礙嘅朋友，未愛訓練佢下到，花費6一天一段時間。上市嘅一部分就會訓練1、6年，有啲人甚至連識都分唔出來。我會油漆行啊，油漆的啊，佢老是本嘅一樣嘅色盤，你嘛，加嘅又全部有調色嘅色盤，我拿轉來家就老是講，乜嘅人都縫色。 太縫、鉛縫、乜嘅縫，乜嘅人都有色，都廢有，都真件有，那一種嘅做得夾強下，那一種嘅做唔得夾強下，一全部都愛老佢講。從有堂理中國嘅亞運組，現正同意交通有困難，以難前條路。不過劉一天發現，佢做乜嘅就一功夫，故所同意安排頭正通鋪。不過有陣時人工嘅話，佢燙多時會出問題。他說他現在是在做燙褲子的工作，好，他會碰到的困難就是。 他那個褲子，他不知道哪一些要燙線，哪一些不用燙線然後在我們溝通上，溝通上就會出現不一樣的結果。就是覺得他的頭腦轉得很快，而且他特別的細心。 他會觀察我們的很小的一些臉部肢體的動作，所以我們感覺說，這一個東西它是要很細心的，所以我們就請他到這一個地方來我們教他燙褲子這樣子。每現正有各種無強用嘅身心障礙，特上年嘅長途無強用，有陣時一下做茶葉鋪。 就打亂規個43工廠，規下也流程。這個也等一下也都全部拿出去曬，你不可以這樣子亂收啊！這個是怎樣？為什麼會那麼濕拿過來？來拿出去曬，拿出去外面曬。有一天當日都3點呢是政府，幾條員工都同夥機按有耐心，佢出題會教員工。
还會面對很多細細業嘅競爭，條下馬愛潛迎合無按規，隔壁鄰舍甚至還用奇怪嘅目光來看佢。劉大姐就很好，她可以一次兩次，每天都要講同樣的話，可是我就沒有那麼大的耐心啦。她就可以，她每天都要講，每天都要講，我每天講，她還是一直說啊。可是她就可以每天重複的話，好，她就真的對這一塊，她就真的很有耐心啦。佢我講，有人家都重複個安尼身心障礙嘅，迄唔係我人家就社區嘅安尼生活會打擾到咁樣嘅，唔可以嗰種嘅呢，人家就嗬，像安尼較暗調嘅個嚇，人家就全部去發傳單嘅就安樣。啊，一量係咩？迄老人數呢？兩量係咩？迄老人數呢？啊，有一量有兩量，人家都是當聽嘅安尼。細三工廠天天呢有迎客嘅，故所數件量未加較多，為到為員工好本出迎客嘅sản婦，三種嘅嘢食都貼片設計過，仲係有主義症同水農症嘅阿姨比，雖然而生來愛食嘢，無煮也唔好，唔過佢做得清清楚楚嘅，同人允好嘅產婦盤開來，都係認真要留一天同用心嘅搞。你就固定看你要放哪裡，啊就那個，想要譬如同一個數字放一起，我就全部那個數字都丟到那裡去啊，其他都是就照號碼牌啊。雖然係動無簡單，成點也細三工廠，留一天未實上冇做，前面上到也條聲音呢，仲係冇辦法表達。唔係神啊，係人啊。他把真人會想到講啊，唔可以做嚟，很辛苦。但是唔看佢啊，就講，大家人夢魘魘嘅啊，人家都講夢魘魘嘅啊，對嘛？唔根本嘢攞佢變出去，唔攞變到嚟，同樣攞佢變到轉去火車站老人本嘛，同樣攞佢變到轉去屋卡，啊本人關到屋卡流當風嘛，所以講。佢心情唔變唔下啦，就認真變唔老數，故所留一天，捱呀捱夜也捱過嘅20年。佢同一條員工做咗要同情嘅感情，一下兩個禮嘢未落成嚟做，一條愛同愛發揮出去，唔單止愛提供天貼嘅條路本身種朋友，每希望也打咩就係成種朋友嘅嘢，哪位嘅屋卡，擁有嘅屋卡。